我叫 Miranda，我姓李嘅，我今年74歲。咁我就因為我自己嘅主診醫生咧，就係退休唔做啦，咁我就要揾個另外一位醫生。咁我就打電話去東北總部嗰度，個姑娘咧就話俾我聽，問我有冇聽過恆健計劃呢一個醫療保健，好有耐心同埋好仔細咁講俾我聽，恆健裏邊嘅服務係有啲咩嘢。咁裏邊其中咧，我最中意咧就係咧，因為我行動方面就唔係幾方便，所以我最中意佢話俾我聽咧，係有專車接送我去睇醫生，同埋送翻我翻屋企，同埋咧攞藥咧都係有專人送到嚟我屋企嘅。咁我就決定就係參加入去恆健呢個計劃啦。我覺得我心咧好似交咗俾東北中心咁啦。咁我發覺咧就係咧，我入親去即係東北中心嗰度咧，每一位工作人員咧都非常咁友善嘅，同埋對我好關心，所以我呢排都肥咗。深港體盤啊，醫生話我。